再来看这个花莲马太安溪啊，这个冻沙的工程也搁咧做，昨落大雨，所以60岁电线工地主任啊，要去现场刷这个大型的机具，刷总去哦，这个涨大水啊，连人含车拢冲走的。搜救人员超规工到暗时啊10点外的时阵。暗时啊，其实看袂介清楚，但是有出动无人机，这个无人机啊，用热显像的这个情形啊，去照到这个工地主任迄窟伫阿门头甲淡仔甲边仔烂土内底，所以搜救人员赶紧冲过来甲救出来。是的，搜救人员做伙随即啊将查甫人扛起来弄救，伊身躯顶拢是土沙甲烂土。有了，他有意识啊，有意识，让他休息一下。是讲这个查甫人规身躯软哥哥个无力，大家紧将伊固定好，准备上救花。好，可以，踩橡皮筋传上去下。上面的人，上面来哦，抬头。男主总算平安，红送去了救护车送病院治疗。还没。伊是60岁生定的工地主任，最近到甲林波市花莲分署办理马大安溪风刷水坝的工程。昨早起因为大雨停工，伊再指铺载2个怪手司机前往工地，要将怪手刷到附近的宝华安地。想要到过道上大雨，造成马大安溪水溢出来。丁主任带人带车去互涨起来溪水冲走，司机赶紧报警。设定的工地主任，昨下8点外失去联络了后，现在消防员甲林保署也有民间的救援力量是找几暝。暗时10点外，伫现场勘查时，伫宝华外超300公尺的所在有听到声。救援人员撩水冒险行过烂土，伫今仔日早起4点35，成功将失联超过16点钟的主任救出来。利用空拍机热显像仪发现有人形成像及义消及民间友人冒险犯难，成功接触伤者。根据了解，主任伫风沙坝连人带车互大水冲走了后，尾手伫红林镇一个水利署临时工作站互吹到，注意落落溪床的所在，到互吹到的所在超过9公里。病院初步检查，发现主任身躯顶有真侪刺伤，头壳有脑出血，佫需要伫病院观察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